2024年台湾灯会由安平灯区伫2月3号率先登场以后，根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超过300万人次参访。不过，其实当头期是应有指定的高铁灯区2月24才会正式开幕。伫开幕前5天，市府也至高雄部观光署、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工协会代表以及赞助单位做伙开记者会宣传。会中除了台南又有位儿童合唱团歌水活泼的开场，也用拍开会场的创意，凸显高铁灯区将伫元宵登场，邀请全国游客日时看蓝灯，暗时看会场。启动！有！在我们市长、委员还有所有的长官大力的集气之下，展开了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荣耀。我们是全方位的，包括你如果白天搭了高铁来要去看灯会，你白天灯还没有点，有什么可以看？就可以看兰花。我们2024世界兰花会议暨兰花展就在我这个地方大台南会展中心。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的兰花学者专家发表论文，开兰花会议。很多朋友来这边看美丽的兰花，白天看兰花，晚上就来看灯花。大家知道，在安平灯区，我们灯会的安平灯区总共有30组，这个灯已经非常非常好看了。在这边主灯区、国家灯区有300组。美轮美奂的灯，所以如果你搭早上第一班高铁来这边逛完了，搭最后一班高铁回去可能还来不及因为很多美食太多了。元宵动工才会登场的高铁灯区，除了高达22公尺高的主灯拢来台湾展现龙游四海气势以外，也有将近300座花灯甲装置艺术，相当有看头。不过因为目前也在做最后施工收尾，也未正式开放，所以嘛呼吁游客唔通先到工地以免危险。台南新闻，阮子何强邦采访报道。